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今天来到庙宇，因为今天 GoGo 直击要带大家直击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，那就是庙宇彩绘师。而刚刚敏华说到的庙，它的客家话就是庙。到底庙宇彩绘师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？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喽。所有嘅庙都是相当重要的信用中心。庙嘅壁档有许多人物故事，要让它活灵活现，又得要引经据典，这就是庙宇彩绘师相当重要的工作。陈老师，你当庙宇彩绘师大概有几年历史了？约30几年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呢，就是信仰。信仰的客家话叫做信用。我们今天就请陈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客家单字信用。信用。庙底度嘅彩绘师陈敦仁，全台湾的庙走透透，不只要懂当地民情风俗，更要懂得每幅画的历史背景。庙底度嘅壁画都是彩绘师嘅心血，只是在整间中的庙里头工作，得要在鹰架上白松白下，危险性相当高。当庙宇彩绘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？像在学习过程，你就要有的要去接触那个一些历史的典征、历史故事，然后图稿，类似国画的接触画画的东西，然后你自己要练。相对的，你要养成这个成为一个彩绘师的话，那是很长的时间。整件中的庙，夏天相当闷热，冬天又是无比酷寒，更得要离乡背井。不过他们很坚持，要让传统的手工艺一直传承下去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认识了庙宇的彩绘师，实在很佩服他们的精雕细琢。当然了，我们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庙 ，mel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信仰，信用。第三个呢，来看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庙里的壁画都是彩绘师的心血，庙底度嘅壁画都係彩绘師嘅心血，廟底度嘅壁畫都係彩绘師嘅心血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这句子比较长一点点，多多听喽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